呢，我们的证婚仪式准备要开始了，请问新人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吼。好，我们的证婚仪式开始，请新人念誓词。请新人念誓词。今天在讲啊，同传统艺术嘅客家妇女组，定期开讲嘅祝福嘅真下，答应用爱同真心，互相扶持过一生。帮助行业民生嘅下一段路，共同建立幸福美满嘅未来。永远天人艺术，同你 QR。新颖新人，来念出你们的名字。新颖、台语、刘嘉颖、好，接下来我们证婚人。客家美人会主任美人顾秀慧有唱诗感谢金台里。有请我们高雄市政府。证婚人高雄市长陈其迈由副市长罗达生代表。好，再拜感谢，来念这个钟声。那即将邀请这3位新人来做代表哈，致赠礼物给我们的证婚人，还有我们的媒人哦。再一次感谢我们客家委员会我们的范学锦参事以及罗达生副市长亲临现场为21对新人来做证婚哦。因为刚才感人给李秀珍理事长当媒人婆牵起了这21对的好姻缘哦。感谢感人掐我的意思哦，在客家传统的文化婚礼当中哦，那些非常重要代表了我们感谢感恩之意哦。谢谢我们的媒人婆以及我们的证婚人。好，感谢我们请我们的媒体朋友可以捕捉一些画面哦。